同親友失聯，自製紙牌舉起家屬嘅姓名。有冇鄰居見過葉炳豪先生？喺火場一帶尋親。邊個有人答我有人見過佢？我想要一個平安㗎咋。親愛人喺入邊啊！打唔到電話，我屋企人揾佢啊！有住喺宏昌各工程嘅住戶，得悉太太獨自被困，從內地趕返香港，靠通訊軟件保持聯絡。千祈唔好佢有冇變，唔知變中間嗰啲有冇燒啊，喺度拖水嗰種。你喺屋企靜待消防員上嚟救你啊！一開始嘅時候我叫佢走，咁佢走咗出去，但係因為樓梯都係晒濃煙啊，咁佢都走唔到啦，已經黑掹掹睇唔到，所以焗住又要匿翻入個單位裏邊。有㗎，佢到後尾都已經係講唔到。